后来最近的花草市场讲，这个天南星科相关的食物是真抢市的货色。毋若比这个叶仔的色水，更加爱来比叶仔的多花，这个多样，只要愈特别愈水的，伫个市面上的价值就愈悬。啊，讲这个天南星科的食物嘛真好照顾，只要把握着几项的原则，就会当伫个室内随时来欣赏到这种美丽食物。最近伫花卉市场有一种天南青科的食物真时行，听到这个名称，可能有真人感觉真兴奋。其实就是咱所讲的蚵仔类的食物，因为这款食物不是用来食的，是用来观赏的。天南星科啊，就是俗称的蚵仔，龟背芋啊、黄金蛤、彩叶芋啊，这一些芋头类的啊，都很好种，都适合种室内。即马真时行，彩叶乌顶顶的盆栽伫市面上，毋若比色水，搁爱比外形。伫业者培育下，有真无共款的样貌，只要是愈特别的、愈水的，价销就愈好。花色越漂亮的、越稀少的，那会越贵。天南青科的食物伫日常的照顾，嘛袂讲真歹顾，只要把握几个原则，就会伫室内随时去欣赏到这色水真水的盆栽。彩叶芋啊，它是一种会休眠的植物哦。如果到冬天太冷的时候啊，整个叶子干掉你不要把它丢掉，因为它在休眠。因为疫情关系，好花卉区生理有较歹，不过最近天南青科的食物所有成长的趋势。再加上业者积极培育，愈来愈好卖。